您不是一直讓婢子幫您拿着嗎？皇歇先告辭了。哎，哼，真是個呆子！公主，您是在訓斥灵兒嗎？你也配！姑姑，回姑，姑姑，月儿，姑姑，月儿，我想死魁姑了。月儿好像变白了，但是瘦了。姑姑可好？好，姑姑再好也比不上你们了。快坐。眼看着你们一天天长大，连蓉儿、小冉都变成翩翩公子，儀表堂堂了。蓉兒呢？出去了，跟几个公子去郊外骑马了。小冉呢？在郑伯那裡可安分。听說讀書不大用心，但極喜愛舞刀弄槍的。男孩嘛，喜歡刀劍也是情理之中，讓魁姑操心了。啊，這是我偷空做的一些針線，拿去給鄭伯，到集市裡多少能換些銀兩，補貼家用。魁姑，你看看。你在威後那兒受盡苛責刁難，還要想辦法接濟兩個弟弟。月兒這針線是越做越好了。姑姑，你的眼睛怎麼了？不礙事的，已經有些日子了，看什麼呀，眼前都是霧蒙蒙的，大概是快入夏了，暑熱鬧的，一立秋就好了。我看看。姑姑，這是翳，是眼疾，你的眼睛裡長翳了。人老了，不中用了。姑姑，你這是積勞成疾，是給累的。宮裡常年克扣陵園的錢糧用度，若不是姑姑，爺爺苦熬做針線出售，我和我的兩個弟弟早就被凍死餓死了。不必如此驚慌，姑姑的眼睛自己心裡有數，不熬到你和兩個弟弟長大成人，是不會瞎的。姑姑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要想辦法治好你的眼睛。几日不見，公子用鞭拋石的技藝又有所精進。精進什麼呀？跟師傅比，只有慚愧。急什麼？總有一日徒兒會超過師傅。哎，你看這鞭如何？我看這手藝，像是宮中最好的工匠所為。男兒所用的大鞭都較為粗壯。這條鞭子看起來似乎略略輕巧了些。輕巧了嗎？那正好送給月兒用。月兒揮鞭如流星閃過，此鞭就叫流星鞭吧。男子持鞭也有大小長短之分，大的強悍，小的輕便。公子這支鞭做隨身之物也很好啊。那這樣吧，月兒替我先存放幾日如何？適才我見你在地上尋尋覓覓，不知你在尋覓些什麼？魁姑患了眼疾，女醫治曾告訴我，野菊、金銀花護肝明目，我已然採集煎湯給魁姑飲用。可昨日又得一秘方，說黃連清熱解毒、瀉火燥濕，若能將新鮮黃連的根莖碾碎，敷於眼疾處，效果極佳。可我尋遍宮內外，卻找不到一株黃連。楚國雖產黃連，可是都長在高山峻嶺之處。若要在這隱都尋到一株黃連，恐怕是難了。有一個地方，
或許可以試試。哪兒？走。你老牽着他幹什麼呀？帶宝官出去溜溜，別老戳在我眼前。是。夫人，怎么样？打听到了吗？大王去哪儿了？大王在魏后那里用的晚膳，原本要来咱们兰桂台的，但魏后说赵姬懷孕，多日不適，硬是逼着大王去了趙姬處。昨日大王就去了赵姬處，今日又去，也不知道魏后收了赵姬那個小賤人多少好處孝敬，天天袒護他，處處與我作對。去，差人告訴大王說公子蘭病了，我看他來不來。是。你真以為這有黃連？大王寵幸正秀，前不久讓人出去搜集了許多隱都很少見的花草，都移種在這裡，據說不乏藥材，咱們可以試試。去看看。走。你看看，這園子裡多少難得一見的蘭花香草，可惜正秀是個俗人，這些花栽在這兒真是白糟蹋了。夫人，魏後來了。怎麼搞的？大王沒來，他卻來了。福啊！是。拜見魏後。拜見魏後。我聽說公子蘭病了，難道南後也病了？南後連日照顧公子，衣不解帶，目不交睫，心力交瘁。身為後宮嬪妃，就算兒女有疾，也要衣着鮮潔整齊，不可任意放縱，不顧婦容。母後教訓的是，前幾日母後教訓臣妾，讓臣妾動不輕狂，笑不露齒，衣着簡樸。臣妾就是按照母後的意思做的呀。我說的是這意思嗎？大王到！拜見大王。母後。大王，子蘭病了，臣妾只顧悉心照顧孩子，蓬頭垢面，實在有損嬪妃的身份，請大王